您回来了。行长，您这是醉酒了吗？醉茶，没事，歇会儿就好了。魏景军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这不是要参加宴会了吗？我发现我确实没有几件体面的衣服，所以想去街上逛逛，买一件。您要跟我一起去逛逛吗？不必了。曾先生，吴小姐来了。好，请。吴小姐，您吃过早餐了吗？我吃过了，谢谢。吴小姐，这皮肤有些暗淡，失眠了吗？我昨天晚上跟日本人进行桐油交易，拖得有些晚，一直到今天早上。出事了？没有，一些小问题，我已经在现场都解决了，免得日本人以后对咱们说三道四。另外，钱的问题我已经交代人去处理了，大概在明天就能转到曾先生名下。吴小姐真是太辛苦了，咱们不能为了这么几个钱而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呀。承蒙曾先生和徐小姐的厚爱，我怎么能不卖力气呢？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吴小姐，您现在需要休息，要不你就先在我客房里休息一会儿。不必了，我还有事。如果曾先生没有别的要交代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吧，送吴小姐。好的，吴小姐，请。大佐，我在油麻地一带发现了毛森的踪迹。毛森，你看清楚了？嗨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本来是去那儿追踪军统余党的，没想到却看见毛森从一家面馆里出来，开车走了。当时因为距离太远，我没能跟上。你们不都是看着毛森被火烧死了吗？我怀疑毛森上次是假死，用了障眼法骗过了我们。你继续去把毛森的下落查清楚。嗨。同意加班特使谈判之计划，加班的同志3日后到达，晚上8点在竹园村登岸，请做好接人工作。收到。大佐，大佐，您找我们？今天晚上的派对，我不能参加了。
你和刚七军代表我去吧。大佐，今天晚上的宴会，重庆的那位人物极有可能出现。如果您不去的话，是不是失掉了一次会晤的机会？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了。第一次会晤极其重要，对同计划的成败与否，至少起一半的作用。如果我带着这样的状况去，只能会对未来的和谈有害无利。大佐所言极是，我们既要让对方掌握所谓的主动，又不乱自己的阵脚。既然他们没有挑明要会晤，那我们就假装没有看出他们的本意。我不希望在这种杂乱的场合与对方进行什么会晤。我们已经向对方表达了足够的诚意，也应该是对方向我们表达诚意的时候。也好，大佐不去，也向他们传递了一个信号，我们对这次和谈非常重视，希望他们也能够给出足够的尊重。那今天晚上的派对就拜托刚七军和韦景军了。嗨。来了。曾平只给了3天的时间，今天是最后的期限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认为如果我答应了曾平的条件，他会兑现他的承诺吗？您不会是……想从我这儿得到筹码，他也得有这个本事先找得到我。亲爱的，你看我穿这一身，好看吗？真是身材苗条，风情万种啊！就你这小模样，要说哪个男人见了不动点心思，要么他不是男人，要么他就是个瞎子。讨厌，就你啊，是个真男人。今晚的任务就是帮我找出那2个小鬼子，谁是真正的军统内奸。你就真舍得让我去引诱那2个小鬼子啊？万一被他们咬上一口，你就不心疼吗？放心，
我会让他们咬，但不会让他们咽到喉咙里去的。那如果那个老鬼子出来了，要不要也让他咬一口？老鬼子要开口，他一定会要你的命。我来对付他。你的任务就是查出谁才是真正的军统间谍。我带你见个人。你看，毛森，曾先生好。假的。有意思。好久不见了，今天见到你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来，里面请。哦，吴小姐，哇，吴小姐，今天太美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吴小姐真漂亮。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这边。是啊，我们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。你还有客人吧？啊，别在这儿站着了，里面请吧。好。看来您算错了一步，金井武夫没来，只来了2个日本人。3位请自便。老家伙果然狡猾。他是担心在我们的地盘上会过于被动。可是和谈是他们先提的，本来就应该我们掌握主动权。幼稚！自古弱国无外交，你可别忘了，在战场上，我们属于
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干嘛呀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，原来吴小姐就是冈崎君一直魂牵梦绕的那个人。好了，你就别在这儿闹我开心了。嘿，你还不承认？我都看见了，你看你脸都羞红了。我告诉你，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。冈崎君，你就快点承认吧。好，那我就承认了。承认了又怎么样？难道非要让我整天看着韦景君和你打情骂俏，我就不能有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孩吗？原来真是这样啊！哎，幸太郎，冈崎君喜欢吴小姐，你知道吗？我早就知道。你早就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又帮不了他，我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可以。哦，好像是不可以。毕竟吴小姐是中国人，她不一定愿意随冈崎君回日本吧。不过好在幸太郎不是中国人。怎么了？我有说错什么吗？没什么。来，喝酒。是这样。也是陪一下。好的，没事。对不起各位，怠慢了，我给大家赔个不是。客气了。哎，幸太郎，我可不可以喝点酒？当然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能不能请你？怎么办？好难选。纪律的玩笑。你的计划组织上已经批准了，广州那边3天之后会过来人。虽然你已经给了我一份详细的有关金井武夫的资料，可是要假扮金井武夫登台表演，
还必须经过你的一番培训。我会想办法抽出身来。怎么没有看到徐乃娇和曾平呢？曾平不可能不来，他是因为没有看到金井武夫现身，所以才没有出现。至于徐乃娇嘛，你看，嗨， Hi, oh, so beautiful. 谢谢。 Waiter. 你看，徐乃娇旁边的那个人是谁？ Cheers. Cheers。毛森啊，的确很像毛森。不过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他不是真的毛森。徐乃娇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我猜想，他们知道你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军统。徐乃娇今天就要找出这个军统。冈崎先生，好久不见啊！啊，徐小姐，没想到这么巧。怎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坐在那儿啊？一个人来的吗？没有，都去跳舞了。如果冈崎先生不嫌弃的话，可以请我跳支舞吗？好啊。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洗个手。洗手间是在那边。是啊。洗完了。啊，那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啊，好，请。
搞了半天人没抓着，连是谁都不知道，是吗？属下无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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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属下无能。行了，跪下去。是。毛森这2天在干什么？听说正在四处筹钱。戴老板一向手头宽裕，出手也大方，看来毛森是没向姓戴的伸手。找到毛森，让他必须交出藏在日本人那儿的军统。是。金井武夫还没出现吗？还没有。通知吴小姐，再找个合适的理由，我要约见金井武夫。是。我估计他们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用不了几天，他们就会来找我谈见面的事情。大佐的意思是，重庆来的这位虽然权力很大，但是也只不过是个爪牙而已，真正思考的大脑仍然在重庆。谈判工作迟迟没有展开，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。也就是说，主动权现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了。从某个方面来讲，可以这么判断。我们要尽快让广州来的2名同志适应这边的工作状态，包括具体假谈判的细节。你和天亮要详细向他们描述金井武夫和曾平的行为特征。曾平让我把见面的消息传达给金井武夫，我觉得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和天亮见面的机会。我会尽可能的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他。现在双方都算信任你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越要提高警惕。特别是曾平这个人，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渠道不多。袁先同志，袁先同志，这是上级组织来的电报。好。怎么了？广州那2名同志来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电报里没有说，不过可以想象，一定是出现了极其意外的突发情况，组织上才做出了迫不得已的决定。可是假谈判的事，组织上安排了另外一个人，让他一人饰2角。金岩同志。哪个金岩？慈济诊所的金医生。好像是有这么个人，真没想到，他居然是我们的人。老王，我有些担心，我对这个金岩同志能否胜任这么大的任务表示怀疑。我们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。组织上选择金岩同志，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们所认识的金医生，只不过是他表面的那张脸而已。再说，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重庆方面，看来是打定主意要试着和日本人走苟合这条路了。假谈判行动必须执行。可是我们这么做风险太大了，毕竟我们对他都没有把握。
可我们同样不知道广州来的那2名同志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。金医生和他们是一样的，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破坏这场谈判。金医生是我们手上唯一的筹码。的确，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。不过，让金岩同志完成这个任务，有一点非常重要。你是说天亮？毕竟金医生是要和天亮配合的人，我们不仅要让天亮知道这个情况，更要让他看到金医生身上的能力。天亮必须信任他。我来安排。明天，你只管把情报传达到即可。请问，金大夫在吗？金大夫在楼上给病人打针呢，你稍等一会儿。好。医生，我这胸口老是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说这……你这有多长时间了？有2个月吗？没那么久，但是这10几天了吧。行吧，我先给你开点药，你先吃试试。好。到了。明天下午3点啊，记得来打最后一针啊！好的，谢谢大夫。你怎么上来了？我这换药、开药都在底下，啊！药吃多了伤身体啊。您看，有没有不吃药就能治好我这病的法子？打针、开药，我这能做的只能是这些。那能开刀吗？大手术不行，小手术还可以。金医生，楼下来了个病人，你来给看看吧。马上就来。住址。好。香港情报小组后备情报员金岩向首长报道。现香港情报组负责人王元兴，欢迎你归队。老王，我在这儿开办诊所已有3年了，我日夜都盼着这一天呢，我一直等待着组织的召唤。你的情况我已经基本了解了，眼下有个重要的任务，需要你的参与。一定全力以赴，快请坐。
季言同志，你这身体……没事，老王，老毛病了，不要紧。我必须了解你的所有情况，包括身体的状况。我只是哮喘呐。季言同志，在你被上级决定作为后备之前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啊？此次任务重大，上级一直对你都非常信任与看重。老王，你放心，我保证配合好这次整个行动，完成任务。金井先生好。吴小姐好，小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您太客气了。请坐。好。上次领教了吴小姐的茶艺，真是让我终身难忘啊！在金井先生面前班门弄斧，让先生见笑了。哪里哪里，我真是还想再次品尝吴小姐的茶艺啊！承蒙先生厚爱，不过想想上次泡茶的地点确实不是很理想，公司特意安排5天之后，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，请金井先生喝茶。只是我跟吴小姐吗？重庆的曾先生想和金井先生聊一聊茶道。下飞路，故事未说情章回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蔷薇，一步一痛，一步一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选择坚决，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经常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。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某眼神压倒情
碎。某眼神压倒青梅的天边，掩映了惊雷，开樱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无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刚从港英警察那边得到消息，有2伙中国人在中环的回春药店附近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发生了枪战以及爆炸，应该能够确定就是曾平冲毛森动的手。毛森现在应该是四处绝境了吧？前有曾平，后有大佐，他这盘棋应该是投降认输的时候，再做任何的挣扎都毫无意义。